大家好，我係江冰濤律師事務所嘅蔡永傑律師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商品說明條例裏邊除咗賣假貨嘅其餘一啲罪行，包括你對商品或者服務嘅一啲描述係唔真實嘅，亦都係有一啲對商品嘅描述係故意遺漏咗一啲重要嘅資料，去令到個消費者係決定去購買個商品或者服務，甚至乎更以威嚇嘅手段去迫使消費者去購買呢個商品或者服務。另外仲有嘅就係佢會以一啲引誘嘅方式，例如好低價去出銷一啲產品或者服務，但係原來咧佢係冇呢啲產品或者服務喺手嘅，佢然後就會介紹其他一啲產品同埋服務俾呢個消費者。咁呢啲咧都係有機會構成一個違反商品說明條例嘅罪行，而一經定罪咧，最高嘅刑罰係罰款50萬同埋監禁5年，所以唔可以話唔嚴重。亦都好多時咧，因為啲商家咧係做生意嘅形式冇變咧，可能會誤墮法網㗎。咁啊，係需要有律師去陪同咧，去處理啲案件嘅。海關一接受咗投訴咧，就會約見相關嘅公司嘅主管啦，或者係老闆啦，去作一個調查嘅。咁喺呢個時候咧，公司或者個人咧係需要即時去揾呢個律師協助，去幫忙處理個案件嘅。咁啊，多謝各位。下一期咧，我會分享一下有啲乜嘢嘅抗辯理由對於呢種案件。